大家好，我係阿路。第一個唔覺得咧 ，Blackpink 呢幾年越嚟越紅，但係咧佢啲衫咧就好似越嚟越性感咁樣喎。佢哋啱啱初出道嘅時候啦，Boombayah嗰陣啦，雖然都係着短裙仔，但其實咧係散發住一股青春洋溢嘅校園風噶嘛。但係比較下而家嚟講咧，佢哋透視裝啦、超低胸啦、超熱褲，佢哋嘅舞步咧亦都明顯係趨向非常之性感嘅。咁究竟點解會有呢個情況出現咧？有啲人就會話啦，哇！佢哋而家都咁紅啦，使唔使着得咁性感啊？但係有啲人就會話，呢啲係女性自主啊，你識啲咩啊？咁究竟 Blackpink 係越性感越受歡迎啊？定因為係調翻轉，佢哋越受歡迎就着得越性感呢？其實佢哋背後係蘊藏住一個心理學同埋市場嘅計算。如果想知道 Blackpink 點樣游走喺時尚同埋性感之間呢？嚟緊我就會一一同大家慢慢拆解。首先，我哋先嚟回顧一下佢哋出道至今嘅衣着變化先。簡單嚟講，可以分成3個階段。第一階段就係佢初出道嗰2年，佢哋主打嘅形象咧叫 Teen Crush， 即係一個壞壞地嘅學生妹，會着格仔裙啦，打領呔，顏色好鮮豔。雖然咧都會着下短裙短褲，露下長腿咁樣樣。但係咧個感覺咧都係趨向活力，係多於性感嘅。好似喺 Boombayah MV 入邊啦，阿 Jisoo 咧同埋 Lisa 咧都係分別着住短裙啊、T-shirt 啦，感覺咧都係青春洋溢，係偏向街頭風一啲嘅。到咗第2階段啦，好明顯咧佢哋衣着已經開始作出咗一啲轉變，並唔係佢哋身上面咧嘅布料少咗，而係隨住 Blackpink 越嚟越受歡迎，名氣越嚟越大啦。各大嘅時裝品牌咧，陸續都出現喺佢哋身上面，好似 Chanel、Dior 啊、Celine 啊、YSL 等等嘅國際大品牌咧，都可以喺佢身上面見到嘅。喺呢一個階段，佢哋嘅衣着風格咧，漸漸由青春少女風咧走向貴氣，跟住嚟到第3階段，就真正嘅 Global Sex 時期。佢哋進軍歐美之後啦，佢哋嘅表演方式，無論係舞台設計啦，同埋佢哋身上嘅表演服飾咧，都係趨向歐美式嘅 Spicy Girl Style 嘅衣着上咧，係越嚟越大膽啦，有低胸衫啊，之前提過嘅超熱褲啊，喺舞蹈設計方面咧，都明顯趨向越嚟越性感，係極具挑逗性嘅。咁好多人就可能會話啦，咁咪真係賣肉，咁你就錯啦。如果係單純露肉就會紅嘅話，咁 IG 上面幾千幾萬個網紅全部都係 superstar 啦，係咪？咁點解只有 Blackpink 可以做到呢？而家我哋就會進入正題，用心理學同埋市場學分析俾你聽。Blackpink 嘅獨特之處呢，就係佢哋雖然着得咁性感啦，但係咧你喺佢哋身上面見到嘅，反而係一種高級嘅感覺，而唔係低俗喎。咁點解呢？其實佢哋係用咗幾樣心理嘅招數。第一樣就係叫做光環效應。呢個術語嘅意思即係乜嘢呢？即係當你見到一個人外表極具吸引力，你嘅大腦咧就會自動補完，覺得咧佢性格都係好嘅，歌咧都係唱得好聽過人嘅。咁 Blackpink 嘅性感就係包裝喺奢華嘅潮流同埋實力入邊噶嘛。佢並唔係一種單方面，我就着得少布啲啦，吸引你啦咁樣噶嘛。一個好好嘅例子就係，當 Jennie 着住一件 Chanel 嘅透視裝，你個大腦接收到嘅信息咧，就唔淨係話哇着得咁少布嘅，而係同 Chanel 直接產生咗連結。於是乎呢個品牌嘅高級感咧，就會轉移到 Jennie 嘅身上邊，你又會覺得哇，佢着得咁性感，都可以着得咁 elegant。真係唔係人人做到喎，所以喺光環效應嘅影響之下咧，更加放大咗呢一件事，令到你咧就唔會將個注意力只係集中喺性感上面，而係會將高貴啦、我行我素啦等等呢啲優點咧放埋落去一齊睇。喺心理學上嘅第2點就係投射性認同。大家有冇發覺咧 Blackpink 嘅女 fans 咧，其實都差唔多過男 fans 嘅。如果你諗下，佢哋越嚟越性感嘅話，理應係吸引男仔應該比較多㗎，係咪？喺心理學上咧，當你中意一個明星嘅時候咧，如果佢係異性嘅話咧，通常你真係會中意佢、仰慕佢；而係中意同性嘅話咧，好多時咧都係因為你想崇拜佢，甚至想成為佢。而 Blackpink 咧，正正就好成功咁塑造咗一個形象，令到女 fans 咧好想成為一個理想嘅自我啊，即係好想成為佢哋一樣。好似佢哋
揾咁多錢啦，咁有自信啦，身形咁好啦，同埋着衫咁好睇。Blackpink 嘅衣着越吹大膽，就越代表咗一種我係唔在乎世俗眼光嘅權力。呢一種咧就叫做賦權。你買佢代言嘅產品咧，唔只係買到物質嘅本身啊，仲係買咗佢一份自信同埋嗰種自主嘅能力。講完心理嘅層面，我哋講翻啲實際啲嘅，就係講錢同埋講下 marketing 包裝，點樣喺衣着嘅轉變令到 Blackpink 更加受歡迎呢？佢哋第一樣係用嘅就叫做稀缺性營銷。大家都知啦 ，Blackpink 咧佢哋出組合嘅歌曲咧，其實係非常少嘅，就係正因為佢出得咁少啦，所以每一次出嚟咧個造型咧必定係要有一個 visual shock， 即係一個視覺嘅衝擊啊！所以佢哋每一次嘅出現咧，都要同上一次喺形象上非常之唔一樣。而性感元素咧就係其中一樣非常之可以吸引到觀眾嘅元素，所以佢哋就放咗落去裏邊。除此之外啦，第二樣佢哋就係用咗差異化策略，因為喺 K-pop 嘅市場裏邊咧，比較多嘅女團咧係行可愛路線啊、清純路線啊，呢啲女團咧真係多過七仔啊。Blackpink 咧一開始咧都係行呢個路線㗎，叫 Girl Crush 啊嘛，但係之後咧佢哋就慢慢進化成為 High Fashion Sexy。喺 marketing 上面嚟講咧，呢個係一種藍海嘅變奏，佢哋係建立咗一種 blend personality， 呢種係叫做遙不可及的性感。記住遙不可及呢個字咧係好重要嘅。但係咧 Blackpink 佢哋着住嘅性感服飾係乜嘢嚟嘅？全部咧都係一啲非常之貴嘅、非常之 high end 嘅品牌，全部都係高級訂製服啊、舞台服啊，呢一種嘅性感唔係隨處可見，係佢哋喺舞台上邊先至可以 carry 到嘅一種性感。相比起其他女團所走嘅可愛風 ，Blackpink 嘅呢種距離感，呢種舞台嘅效果，令到佢哋咧就會造成一種你想成為佢、想追隨，但係又唔能夠模仿到佢呢種效果，令到 Blackpink 喺 marketing 嘅品牌建立上邊變得獨特、變得難得、變得獨樹一格。所以我哋就去翻我哋題目。係咪佢哋越性感就越受歡迎呢？答案可以係 yes， 但係又唔完全係，因為佢哋嘅性感只係一種手段。佢哋呢件事嘅核心咧，其實係源於自信。Blackpink 嘅成功咧，其實就證明咗今時今日咧嘅性感行銷啊，係非常之 work 嘅。但係前提之下咧，係要先將佢哋塑造成為一個高級啦、有自信同埋有權力嘅女性象徵。佢哋咧唔係為咗討好邊一個而着得性感，而係佢哋因為我中意，我做到，我有權力去選擇做我想做嘅事，而唔係為咗討好邊一個。Blackpink 成功咁將自己打造成為 fashion icon， 將 fashion 同自己畫上咗等號。整體嚟講啦 ，Blackpink 隨住佢哋越嚟越國際化，就越趨向歐美嘅性感品味，從而咧就可以配合同埋擴大咗佢哋國際化嘅粉絲群眾，成功打造咗咧韓國女團性感嘅極致。佢哋直情係一個天花板，係一個 standard。我哋咧唔會再用亞洲女團嘅標準咧去分析佢哋嘅衣着風格噶啦。今次就講到呢度先。我又想問下大家，你哋對 Blackpink 最深刻嘅造型又係邊一個呢？究竟係 Lisa 嘅長腿啊，定係 Jennie 嘅透視裝呢？你哋中意佢以前初出道嘅校服 look 多啲啊，定係而家成熟性感嘅感覺呢？記住喺下邊留言話我知。如果中意呢條片嘅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。記住撳埋個鐘底，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